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咱就来讲到失恋爱食金蕉皮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恋，失恋的恋，嘛有人读做失恋。这个恋就爱无，事无意思，像人讲恋爱恋无。头一摆恋爱，咱讲是初恋，这个恋嘛有唔甘的意思，像人讲留恋、贪恋。另外嘛有字典写到这一字读做恋，像人讲恋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拄则讲到恋爱，嘛有人读做恋爱，代表两个人互相思慕、相意爱。第二个词读做迷恋，代表足介意一个人或者是一项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迷恋是高方面介意一个人，若恋爱则是两个人相意爱。无论是迷恋或者是恋爱，拢需要互相尊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恋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恋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